你都挣得1000幾蚊，你平時食啲咩啊？夠食物一日分2餐食咯，一個朝早，一個夜晚。你平時食飯咧，有冇得嗰啲咧好心人送俾你食㗎？就同我女啫嘛。我見到咧前邊咧好似有一檔咧係好似20蚊咧一餐飯係咪啊20蚊就即係有張卡㗎嘛。有張卡，有張咩卡？即係攞飯嗰啲。哇！呢啲即係愛心啊！每個月俾20蚊。每個月俾20蚊咋？每個月俾20蚊就可以食一餐飯啦。食一個月都可以，日日都有啊？唔係，都係星期1至星期5就有。哦。星期6、星期日就冇嘅。哦，咁係一餐飯再2餐啊？中午一餐都佢11點送啲咧就還。係咪嗰度啊？係咪已經開始排啦？你去攞啊？我睇住你去攞啦，好唔好啊？仲未嚟啊！嗰啲人坐喺度。仲要幾時可以攞啊？點知啊？佢有時11點半又唔見嘅。哦，我一陣間咧，我可唔可以睇下你去攞嗰啲飯啊？咁啊？得，個個都得睇得㗎。我一陣間去睇你攞，好嗎？现在是中午11點半，我跟着大叔的腳步，看他是怎麼去領飯盒。他手上拿着的是昨天的飯盒，他把飯盒給人家了，然後現在就要去領新的飯盒了。我看他太渴了，我就給他買了一瓶水給他喝。現在在排隊的時候也要登記自己的籌碼的哦。然後現在就開始領愛心飯盒了，好多人領了。不過大叔等他們先拿完之後，大叔才拿。這些人也挺有愛心的。你看現在拿回去了，大叔叫我跟着他，就是去他家裏面看他怎麼去吃飯。我開始不願意去的，大叔一定叫我去。我現在坐電梯準備去了。大叔特別好，現在到了大叔的家裏面了，他女兒在分這個飯盒。他們2個人吃一個飯盒這樣子，然後呢就飯裏面就1塊肉，他們2個人1人1半。呢度啦，好啦。影相啦。我影呢個飯得㗎啦，我影完就到㗎啦。好得啦。哇，都好喎啲飯。20蚊1個月都算好㗎，你都唔使自己煮係咪？都有肉有菜。呢啲咧就嗰啲菜啊，嗰啲冚啊，街市執翻出嚟嘅。你食啦，你食啦。我就影你食飯得㗎啦，我唔影其他㗎啦。唔係啊，即係如果我哋有即係家家戶戶喺細度，你有啲嘢食啊，個個都。